咱继续来看这民众党的候选人郭文德甲副手吴欣盈，今仔日早起开国际记者会，因提出三张国政处方，讲若准当选，就会照这个中华民国的宪法甲两华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华的问题。这郭文德是强调讲，美国是咱台湾真重要的盟友，所以会伫这个基础顶头甲中国来沟通。做总统的前半段，上重要的就是求稳定。国前大选只剩一天，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德甲副手吴欣盈在去开国际记者会，提出三张国政处方签，针对经济、国防两化进行说明，也承诺若当选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甲两华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华问题。我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岸问题，确保台湾人民继续保有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为全世界内的160间媒体，总共312人报名。会中外国媒体将目标放在美中台关系甲两华议题，未来各如何面对中国沟通时阵的暗藏危机。郭文德表示，若当选前半年未当军事、情报、警察重要人士。台湾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你知道吗？如果真的当选的话，我在前半年不会去动军事、情报、或是警察这种重要的人士，先力求他能够稳定的度过。郭文德也保证美台双方信息 no surprise， 更加对华展开沟通，强调九二共识在台湾已经被污名化。副手吴欣盈也开讲经济议题，因为半导体和 GDP 成长，不过带予台湾人民的工作机会却真少。Only 3% of our business of our jobs are actually in the semiconductor sector. Our 60% of our workers are actually in the service sector, which is why we're all hearing about this low wage and high housing price problems. 吴欣盈也主张成立主权基金，打造护国神盾，转变台湾的经济格局，走向多元化，加遵循更较强的经济关键。记者综合报道。